再来看这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，伫咧3月底就要开始试营运，也毋过在地居民拢真不满这中油呢无详细的规划，就连事先嘛无先沟通。中油阿爸，中油阿爸，还我大海，还我大海。渔村顶北北布条啊，渔民大声喊口号。桃园新湖区永安渔民13条开记者会，抗议三只工程除了造成渔民瓦壳卫生的海峡作业区变细，再加上海草大生态破坏，渔民掠无鱼。年渔获量为2017年的40几万吨，到今年只剩无到1/3。中油是流落呀，从阿爸不管我们渔民的死活，俺俩的渔民敢50胜吧，就估计这个。工程期间，防波堤的照明设施也没有做得很好，啊，渔民呢要出海就冒着危险的路程在作业。中油3接3月底就要开始试营运，在地渔民不满。中油伫海上为真济航道警戒区，也毋过无做好规划沟通的进行。针对外推方案影响渔民作业的措施，甲安全补偿等相关的代志，拢以凊彩态度来回避。包括原来的方案跟外推方案的补偿金都给了渔会了。那这一次渔民的诉求，它是针对3接营运之后的一个补偿，我们也持续跟协会来进行沟通当中。针对渔获量减少，中油表示，因为气候变迁过度热啊，生态地改变，也有外来种侵入。那桃园规个台湾近海渔业拢面临同款的问题。另外，有关补偿部分，也公告时间进程加时间期间的补偿费用，拢已经予在地渔会营运了后的补偿，也会比较相关法令规定，沟通协调了后办理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